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浩儿，来啊 ，I'm sorry，very very sorry。啊，不哭啊，浩儿，妈妈回去给你喂奶奶好不好？哎呦，不哭。成何体统？哦 ，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啊，乖。啊，不哭。哎呦，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very sorry。好了。来，对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乖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啊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了。是啊，这说的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哎呀，浩儿，可这脾气是乖，说看我也这。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朕全都听懂了。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。朕心意已决，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出去，嘟，是真严呐。乖。皇上，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，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的儿子，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，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啊！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。我不能让浩儿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儿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哎呀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OO叉叉，齐生这是在暗示我。欧巴，张鹏鹏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
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否议4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4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，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必连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O O是这个意思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暗示我呢。张鹏鹏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娘娘，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胜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倒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马上啊！81、82、83、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的？
哎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！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那就请君一试吧。九哥，难道你一直不婚娶，是对我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看到齐胜和鹏鹏的那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九哥，没事儿，为了你，我做这么点小牺牲是不要紧的，只是你不要伤心，
吴女真姐姐人在深宫之中，恐怕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但愿她是真的身不由己吧。九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朕渴了，给朕倒杯茶。啊。皇上，茶倒好了，但是臣妾觉得这书甚是好看，你自己过来拿吧。罢了，朕不喝了。你过来，朕有话要和你说。我还是不过去吧，我要和皇上保持距离。那好，你就坐在那里听吧。那我还是过去吧。好了，说吧。张鹏鹏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我这些天思前想后，前段时间我对您太冷漠了，您不爱搭理我。这几天呢，我又对您太热情，惹您烦，所以我猜您应该喜欢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朕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他本来的样子，不需要他做任何改变。不过虽然你的方式有些古怪，但你的心意，朕还是能明白的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您既要让我常伴您左右，又要让我跟你保持距离，您到底让我怎么做？鹏鹏，这些日子，朕那么严苛的训练你，你一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吧？朕马上就要亲征北漠了。难怪这些天奏折上总是大谈北漠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，浩儿便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若是不懂朝政，被奸邪之人夺了权，恐怕你母子二人都不会好过。原来你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我跟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杖上的金刺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有没有传说？我希望。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丝零落，缠绕着似枷锁，镜中雨过。齐胜，我们是时候该做个了断。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候着
着却无法触摸，还是可念不可说。娘娘，你醒啦！你今天气色可真好。是啊，我才发现，生活原来这么美好。那奴婢去准备一下，伺候您更衣。好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审视过自己了。我一直都不能接受我这个身体，现在却发现，这身体和我的心，缺了哪一样都不是我。到今天，我是彻底接受了我的身体。看着镜子里的这个人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就算是个女人，只要我还是我，就这么活着也挺好。朕就要亲征了，众爱卿还有何事要议？今日就都说完吧。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我们南下商队在晋阳关外遭到了劫杀。晋阳太守得知商队遇难后，便派了2000晋阳守军进入北漠界内，想要搜救商队失散人员。可没想到，鞑子发现了我们的军队，就在晋阳北70里与我们展开了激战。由于双方兵力悬殊，不要急，慢慢说。我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下10余人。卑职便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人。卑职接到命令，便快马加鞭给皇上报。我看看，
快带下去！来，是恶人孰不可忍，怎能这样？北漠鞑子欺人太甚，朕终于有了出兵的理由。事不宜迟，班大人，皇上，下陶鲁檄文，朕要踏平北漠。是皇上。什么？没看见我正在跳嗨板四小天鹅啊？您这哪是天鹅呀，是鸭子吧？嘿，皇上要去北漠亲征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皇宫都知道了。这么快？齐胜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胜他凭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胜他怎么能这么快就走？人家还没有享受个几天呢。齐胜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娘娘，齐胜应该舍不得皇上，可是赵王和九王那也出事儿了呀。北漠一事，你等心里都清楚了。鞑子欺人太甚，理当严惩不贷。是啊，一直说打不打的，这次也正好师出有名了。不过皇上是怎么想的？这次怎么把我给叫上了？朕要御驾亲征，想问问你们二人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能有什么看法？皇上的决定向来都是很难改变的。那好，朕要告诉你们，朕不但要亲征，还有意让你们二人与朕一同北征。不知你们二人意下如何？能随皇上御驾亲征，是臣弟的荣耀。虽然不是什么好差事，不过也总比没事干强。我没有异议。娘娘，咱们在这能等着人吗？鹏鹏，你力气为何如此之大？练的。练的。哦。说正经事儿，皇上急着召见你跟赵王，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皇上确定要御驾亲征了。这我知道。皇上命我和赵王一同前往。赵王他根本就……小点声，绿莲，一会儿回去再哭。先听九王把话说完啊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你父亲张放依旧戍守圣都，并未派去北征。齐胜定是担心你会联合张家的势力，趁北漠战乱起义，所以他把张家所有的兵力留在了圣都，让你失去所有的支持。事发突然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。鹏鹏，等我解决完所有的事情，再见你一面，可还方便？方便，我等你。
丽丽啊，你哭可以，别这么损人行吗？娘娘，奴婢真是想不明白，您说皇上北征就北征，带着我们赵王这个累赘做什么呀？哎，齐胜啊，是对这两个兄弟不放心啊。与其把他们留在圣都，不如带在身边看着呀。绿篱啊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准备？赵王要是敢在北漠找个野蛮女人，我就抓破他的脸。我不是说那个，齐胜这次带着他们两个出征啊，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仅是兵荒马乱就足以让他们朝不保夕了。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娘娘，皇上在圣都为您留下了自家人，看来他愿保的人只有您自己了。往好处想，齐胜是想给我身边留个可用之人，但是往坏处想，他这是要铲除我身边的势力啊，然后再将我和张家一举拿下。娘娘，那照您这么说，皇上是早就想好将咱们一网打尽了？是啊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老天爷怎么可能让我好过呢？从我刚当了女人第一天起，他就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，现在毁得我肠子都青了。我跟九王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CP 党，你说我怎么就偏偏中了齐胜的下怀呢？我发誓，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齐胜有非分之想了。杨言吗？你是谁？我要喊了啊！鹏鹏，是我。九王？鹏鹏不必紧张，我已经让杨言查探好了一切情况，才帮我翻进来的。那就好。北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是怎么安排的？齐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北伐，导致国力消耗，民生积怨，更让自己身死疆场，这也算是罪己诏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齐胜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，趁着战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胜。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？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。鹏鹏要谨记，一旦我那里成事，你就用此圣旨辅佐小皇子登基，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。没想到九王竟为我做得如此周全，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。万一事情不成，若是不能成事，甚至事情败露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本王头上。鹏鹏，你大可放心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竟无以为报。我实在觉得亏欠你太多了。鹏鹏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难道鹏鹏的心意已经变了？不然为何会说出亏欠二字？我事发在即，我明白你的焦虑，但是鹏鹏不要忘记，是齐胜逼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我们已经别无他法。九王，我的心意不会再变了。即便是从前我有愧于你，
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一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谨记于心。我更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向和要走的路，请你放心吧。那好，还是那句话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了，浩儿便理所当然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柄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我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我又不是不回来。哎呀，我不许你走！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回来马上让皇后放人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……呸！不许说这种话！快蹦3下！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行了吗？再蹦3下。再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还要蹦3下。还蹦3下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呸！皇上，北征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是。
大早把这些衣服脱了穿，穿了脱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送骑手。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您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不行，我要去。娘娘，衣服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为何这么晚才来？我没想好要不要送你了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头顶上的盔缨也比别人高半尺，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瞥。你慌慌张张的赶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还要祝皇上一路顺风，万事如意，旗开得胜，年年有余，马到成功。够了，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算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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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娘娘，这2个字儿您都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您实在无需再这么刻苦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把这2个字给练好。自打皇上走后，您天天写他的名字，奴婢真的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了呀。自打齐胜走后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是悲还是喜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娘娘，您每天除了练字，就是变着法的往太皇太后那儿跑，奴婢实在是觉得不正常，奴婢有点担心您。在这宫里，要数齐胜和太皇太后关系最好。如果他写了一封家书什么的，肯定会写给太皇太后的，所以我才每天去缠着他老人家，想探探口风。娘娘，您看您都快魔怔了，要不我们想点别的事情做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不行，我今天还要去趟圣宁宫，万一有消息了呢？
自从圣儿走了以后，你就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哀家，哀家真是没白疼你呀。无论皇上在不在，我都会跑过来，在您跟前尽孝的。可哀家也知道，你又要问哀家有没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哀家没有圣儿的消息，你呀，就是太过担心圣儿了。我也没想到，现在会是这样的心情。太祖当年征战沙场，哀家也是独自一个人在后宫等待。你现在的心情，哀家是明白的。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能做的就是把心装在肚子里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是寻常的女子。从你成为皇后的那天起，你就要知道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皇帝驾崩，政局动荡，而你要学会独当一面。好了好了，哀家就是随口一说，凭我圣儿的本事，一定会率领我南下大军凯旋而归。是。我爹不见了。你爹？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3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难道是九王把杨玉叫走去谋反了？不对，杨玉已经被削去了兵权，再说也不可能瞒着你啊！哎呀，真是细思极恐啊！会不会是？你爹早已投靠了齐胜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胜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。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姐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嗯。刘御史，辛苦了。哎，九弟，九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了。他派我去打仗，还不是让我去替他卖命？你大可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被收买的。你在这儿说这个，你疯了？走。我还不是怕你因为这点事儿对我起了嫌隙。咱们一切照旧啊。你说的我都知道了，一会儿老地方见。皇上，您明知道赵王与九王已是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，又另有图谋，为何还对他委以重任？难道您就不怕他扰乱大局吗？杨将军，带兵打仗是一回事，读懂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人是万物中最难懂的，而赵王这个人，朕自认为很了解他。
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经不起任何闪失啊！打仗不仅仅要会用兵法，更要懂得用人之道。赵王从小与朕最为亲近，他是典型的嘴硬心软，重情重义。虽然外表愚钝，但心思比谁都细腻，做人又极其圆滑，更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智慧。朕相信，朕没有看错他。可是他，杨将军，你就不必再担心了。朕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不会做此决定的。关键时刻对他委以重任，料定他能痛改前非，选对今后的路。对了，杨将军，你还要继续暗查军中的可疑人等。虽不知他们究竟以何种方式动手，但还是要暗中加以防备。是，皇上。杨玉将军一到这儿，摆明就是皇上的人，这摆明就是和咱们已经撕破了脸。这么看来，皇上他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。你动摇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这么想的。齐胜他现在已经加强了戒备，我们的预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手。所以今日我才要说与北漠正面作战，这样一来，齐胜必定会出战，而他一旦亲自出战，我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。九弟，你糊涂呀！话这么说虽然是没错的，可是皇上亲征这一条千万不能是咱们说出来。你想，你这么一说出来，是不是给咱们招来嫌疑了？是我有些心急了，那咱们只能在军营里动手了。刚才你说齐胜会有所戒备，但是咱们能想到的，齐胜也能想到。正因为他知道咱们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动手，正是最佳时机。啊？现在就动手？事不宜迟。那我呢？你要好好利用齐胜对你的信任。我已经有了一个万全之策。你说。我的办法就是，预先支走齐胜营帐周围的守卫，趁守卫懈怠之时，由你赵皇带着死士们进入齐胜的营帐。我去？我万一露了馅了呢？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必须要在他对你们怀疑之前进行刺杀，绝不给他求救的机会。等到事成之后，你一个人走出营帐，给我发一个信号，我看到信号，就会立即赶过去处理后事。我怕我到时候真会被吓尿的。现在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千万不要吓尿。娘娘，从太皇太后那儿回来之后，您不是已经好些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心神不宁了呀？连您最爱吃的榴莲，您都无动于衷。杨玉可能是皇上的人。啊？那娘娘的计划岂不是皇上早就已经一清二楚了？好在最关键的那一环，只有我和九王知道。说来也好笑，我曾经还有些后悔。我害怕我对齐胜有什么误解，我怕我对他的做法太过残忍。现在看来，我所有的担心全部都是多余的。娘娘，您先别想太多，现在不是还没定论呢吗？是啊，到最后是谁对谁下了毒手，现在还不好说。
如今我该担心的人不是他，反而是我自己了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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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报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少了一口。是赵王还没来，让你说话了。走了，不管他了。九王吩咐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准备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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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，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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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要下雨了，你们也累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回皇上的话，保护皇上是卑职应尽的职责，不敢懈怠。这是圣旨，难道你们要抗旨吗？都下去。是。一个也别放过！是。什么时候换作战方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呀。皇上，是我来保护你。
添什么乱？跟你们拼了！兄弟们，上！等等，我要暗器。中！二哥，你这是？都给我拿下！是。皇上，他这是……我没事，让他留在这儿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走，都带走。来，是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。三弟，你还记得，你我二人是兄弟。我一直把你当做兄弟，没有把你当做皇上看，所以我才敢跟你顶嘴，所以今天才会出来救你。你呀，这是撞了南墙才回头，见了棺材才落泪。为何不一开始就选对了人呢？唉，说白了，我这人就是贱。哎，你夺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原本是恨你，我恨你为什么夺走了她，却不好好珍惜。我甚至想杀了你，但是你偏偏有时候给我一些小恩小惠。虽然我嘴硬，不领情，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挺感激你。哎，皇上，地上凉。小时候，你就经常与朕这样坐着说话。三弟啊，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可是你老是把自己的心藏起来。我原本打算恨你到底的，可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，我实在是做不到。我承认，我是个怂人。这件事上啊，我也怂了。今天要杀要剐，就随你了。啊，三弟。二哥，英语的事情是朕对不起你。三弟，这个事情我早就想开了，不怪你。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日就一笔勾销。以后，你要好好的帮朕打江山。我可是曾经害过皇上的人，三弟还能信我？朕早就笃定，你是不会害朕性命的。三弟啊，论智慧，我真是一辈子都输给你了。对了，你刚才所说的独门暗器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是皇后娘娘亲自研制的，我走的时候绿篱送给我的，让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拿出来一撒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
头顶上的盔缨又比别人高半尺。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皮。是他。皇上，想娘娘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顾不上想那么多。你先回去吧。